喂，你知唔知啊？我早2日聽個 friend 講，佢同個客傾生意嗰陣鬼鬼祟祟開着手機錄音，諗住留個底做證據。點知後尾佢問識法律嘅朋友，先發現原來唔係自己錄就一定用到㗎。即係話而家法庭接唔接受段錄音，好睇你點攞返嚟同埋段嘢清唔清楚。如果你偷錄嘅時候係成個對話嘅一部分，又或者對方明知你錄緊都照講，咁段錄音就好大機會可以攞出嚟用。但如果你係靠非法手段，例如裝偷聽器錄人哋私演，咁段錄音唔單止可能唔用得，你自己仲有可能犯法，有機會罰錢同坐監㗎。所以呢，最穩陣嘅做法係錄音之前同對方單聲，話想錄低佢方便跟進。如果真係唔方便出聲，至少要確保段錄音係喺公眾地方，而且你係對話嘅參與者，唔係第三者偷錄。你話呢啲細節係咪一唔小心就可以中招啊？